第8章吞吃秘密。但是我們檢查的結果，牆中並沒有暗藏的保險箱。於是鄭寶雲又命人搬了長梯來，我們一齊合力檢查書房的天花板，然後又檢查着書房中每一件家私，一直忙到了半夜3更。書房之中已然亂得連插足的地方也沒有了。我首先放棄了，我道我們總該歇一歇才好，吃點東西，至少也喝杯咖啡。可是鄭寶雲卻固執地道：不，我還要找，我一定要弄明白，這病藥匙是做什麼用的。當然我們要弄清楚，可是我們可以採取另一個辦法，例如說，我們盡可能召集市內著名的鎖匠、保險箱製造商，請他們來表示一下意見。鄭寶雲立時同意了我的說法，揚着雙手，大聲向那幾個僕人叫道：你們呆住作什麼？快去叫所有人一齊出動，去找所有的鎖匠、保險箱製造商到我這裏來。我在東面大廳上見他們，告訴他們，來的人都可以得到我的禮物或者贈金。那時已然是深夜了，可是那幾個僕人顯然是慣經訓練，習慣了各種各樣奇特的命令的。他們的臉上絕無驚訝的神色，只是連聲答應着，退了出去。鄭寶雲道：我們到東面大廳去等候那些人。如果你肚子餓的話，可以先在那裏吃些東西。我只不過隨便說了一句，但鄭寶雲卻真的那樣做了，而且是在半夜時分突然去做。我多少有點訝異，但是沒有說什麼，只是跟着他走出了書房。我們才一出了書房不久，迎面便看到鄭老太太在2個中年婦女的扶持下，戰戰巍巍地向前走了過來。一見到鄭寶雲，便叫道：阿寶，你作什麼啦？3更半夜，要僕人去見什麼人？鄭寶雲似乎十分不耐煩，他揮着手：阿母，你別理我，你管你去睡好啦。鄭老太太嘮嘮叨叨地，像是還想說些什麼，但是鄭寶雲卻已急步走了開去。我很不幸，由於禮貌上向鄭老太太點了點頭，就被她攔住了。鄭老太將我當作自己人一樣，向我傾訴着他的兒子如何任性，如何不聽他的話，以及他的兒子最大的壞處，至今未曾娶妻，連孫子也沒得抱。天下最乏味的事，莫過於聽一個老婦人嘮叨。我幾次想要不顧禮貌地走開去，但是總不好意思。到後來，我心中陡地一動，發現那實在是我的一個好機會。鄭老太太可以說是最接近鄭天祿的一個人。雖然在船上的時候，他已曾向我講過許多有關鄭天祿的事，但是那時我根本未曾想到鄭天祿可能是外星人。而現在我已經懷疑到了這一點，那自然有許多問題可以在他這裏得到答案。我不再討厭他的囉嗦，反而希望他講得更多些。我過去扶住了他，將他扶進了一個側廳中，坐了下來，又和他核七搭八講了一些，才問道：鄭老太太，你覺得鄭老先生的身體和別人有些不同？我這樣問法實在很唐突，但是我卻又實在非問不可。鄭老太太怔了一怔，像是不知道我的問題是什麼意思。我將問題重複了一遍，她搖頭道：沒有啊，他和別人一樣啦。我指了指自己的肚子，暗示着他，譬如說他的肚子。鄭老太太像是想起什麼來了，點頭道：是的，他肚子不好，整年屙肚啊，不讓人碰他的肚子啦。我又問道：老太太，當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他可有什麼時候對你說過他是從哪裏來的？他一定說過的，你好好想一想。對這個問題，我是充滿了希望的，但是我卻失望了。他幾乎立即回答我道：沒有，他是我同村的人，還會從哪裏來？我想了一想，才又問道：那麼，當你有了阿寶的時候，他高興不高興？一提到兒子，鄭老太太高興了起來，她高興得快要瘋啦。她說想不到她和我真會有了孩子，她還說他們絕想不到啦。我陡地一呆，什麼叫他們絕想不到？鄭老太太也呆了一呆，我也不知道她當時是那樣講的。雖然事情已隔了許多年，但是當時她這樣講，我記得。我忙又道：孩子出世之後，
他說什麼？鄭老太太側着頭，她抱起了孩子，說孩子完全不像她，她很高興。她說最怕孩子像她，你知道啦，她一高興就會說傻話，說得聽到的人都笑她。我知道我問不出什麼別的來了，但我和鄭老太太的談話也不是全無收穫的，至少我已知道鄭天祿不可能是孤兒，而還有一大群人和他有關係的，那便是他口中的他們。我準備離開鄭老太太，但是在我有了那樣的表示之後，又過了10分鐘，我才能脫身。在這10分鐘之內，我不斷地聽鄭老太太說張家的三姑娘怎樣美，李家的大小姐如何賢淑，可是鄭寶雲卻一個也不中意。直到我保證說服鄭寶雲要她快些結婚，老太太才千恩萬謝地讓我走。我由一個僕人帶到東面大廳，那是一個極大的廳堂，家私古色古香，碧立的古董架上全是瓷器，而以青花瓷為最多，看來全是精品。我一到，鄭寶雲便迎了上來，我已吩咐廚子替你準備食物了。我道：謝謝你。他有點緊張地問我道：你和我母親說了些什麼？我問他有關令尊的事，但是卻沒有什麼結果。他只說當你出世的時候，你父親歡喜欲狂，並且高興你一點也不像他。我回答着。鄭寶雲忽然雙手緊緊握着拳，連牙齒也在咯咯作響。我恨他，我恨他們。我吃了一驚，想將氣氛弄得輕鬆一些，示意我笑道：老太太還非常關心你的婚事，你不肯結婚，令得她十分難過。她卻不料我的話還未曾講完，她已然大聲吼叫了起來，向我揚着拳頭，額上的青筋也現了出來。她大叫道：住口！我沒有再出聲，這時我並不發怒，因為我只覺得她十分可憐。而她在向我大叫了一聲之後，轉過了身去，大口地喘着氣。我不知道為什麼一提到結婚，就像我在不久之前罵她雜種一樣，她會忽然之間大怒起來。難道她心中另有什麼隱衷？當然，我未曾再追問下去。而她在背對着我站了幾分鐘之後，已恢復了平靜。廚房中的僕人也在此際用一個十分精緻的漆盤端上了食品，我開始狼吞虎咽起來。我吃到一半的時候，便陸續有人來了，來的人全是鎖匠、來開保險箱的人，以及保險箱製造商和專家。從那些人睡眼朦的神態之中，可以看出鄭家在當地的財勢是何等之雄厚。鄭寶雲將那病鑰匙放在桌上，向每一個來到的人問，他們可曾見過這病鑰匙，以及這病鑰匙是打開什麼所用的。有的人只是搖了搖頭，說一聲不知道。但是有的人卻大發議論，講了好些話，可是講的話雖然多，仍然是什麼也不知道。人來了又去，去了又來，2小時後，來的人漸漸少了，隔好久有一個人來，鄭寶雲和我2人幾乎已經失望透頂了。但是當僕人帶進了一個老頭子之後，我們的精神便抖地一震，因為當那老頭子在戴起了老花眼鏡，看了看那鑰匙後，道：我認得，這是我製的，可是那箱子有什麼不妥麼？老鎖匠一面說，一面抬頭向我們望來。鄭寶雲立時拉住了他的手，你說這是你製的，而且是一隻箱子？是的，一隻小保險箱，只有用我這病鑰匙才能打得開，因為鎖是我用十分特殊方法製成的，已經很多年了。我總共只製過一柄那種鎖，所以我可以認得出來。叫我做這箱子的人，好像也姓鄭。那一定是先父。鄭寶雲立時說，那箱子有多大？那老鎖匠用雙手比劃着，從他比劃的形狀來看，那應該是一隻1尺高、半尺闊、2尺長的小箱子。那樣的一隻小箱子是鄭天祿特地買來的，而小箱子的鑰匙又被秘密地放在銅鎮子之中，是以可以肯定，那隻小箱子之中一定放着極其重要的東西。那老鎖匠自然不知道鄭天祿將那隻小箱子放在什麼地方，那是不必問他的。我們應該問他關於那隻小箱子的特徵。我和鄭寶雲同時想到了這一點，我們也一齊問他。老鎖匠側頭想了一會，
已經很久了。我記得那是一隻白銅箱子，很重，是要來放很貴重的東西的，它很重。我們可以說已經大有收穫了。是以鄭寶雲十分高興地道：多謝你，多謝你。老鎖匠告辭而去，我們兩人互望了一眼，可是在那時候，我們兩人面上歡喜的神情已然消失了。我們已知道那病鑰匙是用來打開一隻鋼製的小箱子的，但是那小箱子在什麼地方呢？鄭家的宅地如此之大，鄭天祿只要將那隻小箱子隨便放在什麼地方，那我們用上幾年的時間也不一定找得到。鄭寶雲不住地踱着方步，一面踱步一面說：他果然有些秘密在，他果然有秘密。我只得苦笑道：我們每個人都有秘密。鄭寶雲突然站定了身子，我知道他的秘密一定和他的來歷有關。我沒有回答。鄭寶雲面色蒼白，他忽然走到我面前，請你告訴我，如果他真的不是地球人，那我怎麼辦？我想了一想，伸手在他的肩頭上拍了幾下。你還是你，鄭先生。鄭寶雲苦笑道：如果人家知道了？我搖頭道：人家不會知道的。令尊的身體構造大不相同，尚且沒有人注意到他，何況是你？鄭寶雲直視着我，我知道他的意思，示意道：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，那麼你只在自尋煩惱，卻不關我的事。鄭寶雲沒有說什麼，又來回踱了起來。我道：我們該休息了。那小箱子是白銅的，我想特種的金屬反應探測儀對我們要尋找這隻小箱子，怕有些幫助。明天一早，你便吩咐人去準備吧。鄭寶雲點着頭，他吩咐僕人將我帶到了一間佈置得十分精美的客房之中。我雖然已十分疲倦了，但是我卻不敢就此酣睡，因為我不知道鄭寶雲是不是忽然又改變主意，要在半夜之中來害我。我只是躺在沙發上，而不是睡在床上，因為躺在沙發上比較容易醒些。當然，我很快便睡着了，而我是被一陣敲門聲驚醒的。我睜開眼來，已是陽光滿室了。我打開了門，敲門的是鄭寶雲，他的神情告訴我，他顯然整夜未曾睡過。他在喘着氣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睡意全消，箱子中的是什麼？我還未找到箱子，但是金屬探測儀已測出，在荷花池下有金屬物體在。我已吩咐人將池水抽乾，準備發掘。我有些疑惑，現在是什麼時候了？已是中午了。昨晚我沒有休息，我連夜工作，你知道，我睡不着。我忙道：我們去看看。我和他一齊向荷花池走去，抽水機的噠噠聲震耳欲聾。鄭寶雲竟動用了4架抽水機，池水已被抽去了一大半。20個人已在齊腰的污泥中工作，一架挖泥車正隆隆地駛過來。到了下午5時，荷花池底的污泥已全然清出來，整個荷花池是圓形的，直徑大約是50尺，池底用白色小方塊瓷磚鋪成。小瓷磚有些是黑色的，砌出一些扭扭曲曲的花紋來，看來像是圖案，但那卻是十分拙劣的圖案，看了令人只覺得不順眼。挖泥機開始工作，瓷磚和水泥被鏟去，不一會便現出了一大塊鐵板來。那塊鐵板是有5尺見方，而且還有2個鐵環，顯然可以將之提起來。我和鄭寶雲兩人看到了那樣情形，實在感到意外，因為我們的目的只不過是想尋找一隻小小的箱子，但是現在看來我們是發現了一個秘密的地庫了。鄭寶雲望向我，苦笑着道：這是怎麼一回事？我道：那自然要等鐵板打了開來，才能知道，或許那是令尊窖藏的黃金，或者是其他的珍寶。鄭寶雲雙手捧着頭，可是我不要那些，我根本不要那些。負責挖掘工程的工頭走了過來，向鄭寶雲請示下一步的工作。鄭寶雲在那工頭講了幾遍之後，才無精打采地吩咐道：將鐵板吊起來。
一輛小型的起重車慢慢地駛了過來，大鐵勾住了鐵板上面的環，將鐵板扯了起來。鐵板被揭開之後，下面是一個十分大的圓蓋，那圓蓋像是潛艇的艙蓋一樣，是旋轉的。幾個人又合力將之旋了開來。圓蓋一旋開，我便向下看去，下面是一間約有100平方尺的小室，在那小室的正中，赫然便是我們要的那隻箱子。我立時叫道：鄭寶雲，你來看！鄭寶雲向我奔了過來，他一到我身邊，自然也看到了那隻箱子，他激動得要立時向下跳去，但是小室是像許來高，像他那樣毫無準備地跳下去，定會受傷，示意我一把拉住了他，我下去。我彎着身子，輕輕地跳了下去，在着地之後，我的身子向上一彈，便已站定，同時我也提起了那箱子。鄭寶雲已然吩咐人準備了長梯，自那圓口處放下來，讓我沿梯爬上去。我一上去，他便在我的手中接過了手提箱，那手提箱十分沉重，令得他的身子也側向了一邊。我們不理會其他人，直向鄭寶雲的書房走去。到了他的書房中，鄭寶雲將那箱子放在書桌上，取出了鑰匙來。我看到他的左手在發着抖，他甚至於無法將鑰匙插進燒孔之中。我也不去幫助他，因為這對鄭寶雲來說是重大之極的大事。我想他一定願意自己去完成它，而不希望有人幫助他的。足足花了2分鐘，才聽得咔地一聲，他終於打開了鎖，但是他人卻向後退來，坐在沙發上，喘着氣。麻煩你將那箱子打開來。他臨陣忽然失去了打開箱子的勇氣，這倒頗出乎我意料之外。我略停了一停，行到了書桌之前，那小箱子的箱蓋也十分笨重。當我打開了箱蓋之後，我立時知道他何以如此之重了，因為整個箱子幾乎是實心的，箱中只有極小的空間，而在箱子中所放的也只是一本小小的記事簿。我回頭向鄭寶雲看了一眼，鄭寶雲戰聲問道：是些什麼？我將那小簿子拿了起來，是一本小簿子，看看其中有什麼記載。我將簿子打了開來，只見第1頁上就用十分清晰的字體寫着：希望這本小簿子不被人發現，如果被人發現了，我希望發現這是我的後代。我將小簿子送到鄭寶雲之前，讓他看那2句話。鄭寶雲接過了那小簿子，手指發着抖，翻到了第2頁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不想給我看到。我自然識趣地轉過了頭。我聽到他又翻過了1頁，但仍然沒有叫我過去看，示意我只好踱到了窗前，向窗外看着。過了幾分鐘，我聽到鄭寶雲急促的喘息聲，我轉過頭向他看去。鄭寶雲的面色如此難看，在他的額上汗珠不斷地在滲出來，看他的樣子是在全神貫注地看着那本小簿子中記載的一切。但是我一回過頭去，他便覺察到了，這說明他的神經十分緊張，緊張到了在他周圍略有一些動靜，他都會吃驚的程度。他突然抬起頭來，用極其異樣的聲音呼喝道：你瞪住了我作什麼？我並不去責怪他，只是立時又轉過頭去。我在那片刻間，甚至想走出書房去，因為在鄭寶雲的話中有着責備我偷窺他的秘密的意思在內。但是我卻實在想知道那小簿子上所記載的秘密。我想，在他看得稍有頭緒之後，是一定會叫我過去看，示意我耐着性子等着。當然，我不再轉過頭向他看去，我只是看着窗外，窗外的芭蕉十分綠。我大約等了5分鐘左右，仍未曾聽到他有什麼表示，我不禁有些不耐煩起來。而也就在此際，我突然聽到了一陣獅子的聲音，這使我忍不住了，我立時轉過身去。而當我轉過身去之後，我更是大吃了一驚，喝道：你在做什麼？我實在無法不吃驚，因為我看到鄭寶雲正以極迅速的動作將那小簿子撕破，向口中塞去。等到我跳到他面前時，他已將小簿子全吞下肚去了。他轉身向外便奔，一面不斷地發出狂笑聲來。他發瘋了。
我不知道鄭寶雲為什麼會瘋的，因為我未曾看到那小簿子上的任何記載。我到瘋人院中去看過他好幾次，想探問出一些什麼來，但是他除了對着我傻笑之外，什麼話也不會說。神經病專家說，最沒有希望的瘋子，就是像鄭寶雲那樣的瘋子。由於我未曾看到那小簿子中記載的東西，是以我不能確定鄭天祿是不是真的不是地球人。我也不知道何以鄭天祿的屍體可以不壞，何以他死了會有屍變，何以當那一點液體流出之後，他的屍體就迅速腐爛。這一切秘密只有鄭寶雲一個人知道，但是鄭寶雲卻已成了沒有希望的瘋子。